他指定，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照着做他指定，皆有你同行。好，不然刚刚那个再一次，第4段了，第4个，2、3、4。照着说他指定，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珍惜神灵，你话语将我心连紧，却看到你家荒凉光景，心中充满怀疑，却听见你声音。石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以致你教会皱纹残疾，全然圣洁归你，这不透的奥秘。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没时间了，我们的不单。那个，我刚直接跳第3段，因为对，直接进。我们再次那个，因为我刚刚比太晚了，我想说没时间，我们直接练快点。同为后嗣好了。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求其利益，为彼此站立，肩并肩，直到你的荣耀在教会里，盼望中冲击。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2025年我们的第一次的敬拜，我们能够将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将我们自己摆上，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充满恩典、慈爱的神。你将我们在2025年的第一年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和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将心中的挂虑跟重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你使我们的心灵安静，能够专注在你的同在当中。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盼望。圣灵啊，求你充满在我们中间，引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的赞美成为你的喜悦。愿今天这个时候的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线上祷告，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心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今天一起赞美他。哈利路亚！他是配得赞美的。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被造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唱。我的主，我赞美你，当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用，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已显存在。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最深处，涌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要唱给你听。嘿，我赞美你，一切都是为了我。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千万米有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你，一切都是为了我。我赞美你，虽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我赞美你，千万米有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找好就找全部的人好吗？跟他说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主。我们要彼此合一，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在主里面。我的主，我赞美你，当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有，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已显存在。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最深处，涌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要怎么样？要唱给你听。嘿，我赞美你，我们一起说，我赞美，赞美。虽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我赞美，我们要赞美他，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Come on， 我赞美你，一切都是为了我。再一次，更大声，我赞美他。今天万民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我们不停止拍手来赞美他，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必须再站出来一次，好吗？我们要成为那软弱的人的帮助，好吗？我们跟其他人说，我们要成为那软弱的人的帮助。在新的一年，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盼望定期在十字架上，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哈利路亚！我们来
一起从头再来一次好吗？我的主，我赞美你。一起说，我的主，我赞美你。当一切这一切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时刻都与我同在。Come on， 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用。当别人是的，当别人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被造的利益。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已显存在。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最深处，涌出了轻快的歌曲，美妙旋律。要干嘛？要唱给他听。嘿，我赞美你，我大声的唱，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我赞美你，我赞美主，他是配得的。死里复活，我赞美你，都扬声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更大声，我赞美。创造一切都是为了我。万民都扬声高唱，哈利路亚 ，Come on， 路亚，我赞美你，嘿，我赞美，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利路亚，再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将掌声献给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齐心合一。太阳走向大地，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将开启，不想争吵不停，更在意你我的关系，想认真听彼此的心。我们不再坚持自己，不再坚持自己，不再依靠聪明。2025年，我们要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拥抱彼此相爱的心。教长说他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不再坚持自己。我们不能再坚持自己，不再依靠。我们要放下过去的旧我，过去的老我，好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拥抱彼此相爱的心。偶尔心急，偶尔心急，想赶快解题，赶快心你更在意，愿放下自己，带来合一。教长说他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新的一年我又要来了，好，我们一样敬拜在主的同在里。但是我要再一次的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没错，现在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再跟刚刚没有讲过的人，好吗？我们再跟他讲说，我们齐心合一来敬拜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齐心合一来敬拜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肩并肩向前行，朝着他的路向前跑。我们要放下过去的旧我，过去的老我。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的才能恩赐都是爱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不再坚持自己，不再依靠聪明。我们要告诉主，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让你的心意真实的占据我的心，拥抱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要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哦，个心迹象赶快决定，但关系你更在意，愿放下自己，带来合一。Come on， 教长说他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是的，我们要一起合一同行。脚掌所踏之地，因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有主的祝福在里面，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我们再更大声的来说，脚掌，脚掌所踏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一，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渴慕真理圣灵，愿他的话语能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炼净，帮助我们。我渴慕真理圣灵，你话语将我心炼净，曾看到你家荒凉光景，心中充满怀疑。是的，主，却听见你声音。我们一起上十架上，他为我舍命，十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医治你教会皱纹残疾，全然圣洁归你，测不透的奥秘。我们一起唱，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是的，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十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医治你教会皱纹残疾，全然圣洁归你，测不透的奥秘。我们在基督里合一，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在天或在地，在天或在地，都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行真理，众儿子相依。我们一起再唱一次，在基督里，基
基督里合一，我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不单顾自己，不求己利益，为彼此站立，肩并肩，直到你的荣耀在教会里，盼望中前进。我们再次唱一次，不单顾自己，不单顾自己，不求己利益，为彼此站立，肩并肩，直到你的荣耀在教会里，盼望中前进。我们一起说，基督里，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是的，主，我们要彼此相爱，同心前进，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在天或在地，都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我们再一次唱基督里，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我们要在他荣耀中，在你荣耀中兴起，我们是他的后嗣，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在天或在地，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世世代代，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世世代代，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我们一起说，我们要在主的爱，在爱中同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配得一切赞美跟荣耀的神。主耶稣，借着刚才的敬拜，我们再次经历到你的同在，领受了从你而来的恩典和力量。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我们要来担当不刚强人的软弱。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乃是学习基督的榜样，彼此扶持，彼此建造。求你将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活出彼此接纳的生命，正如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将这荣耀归给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牧师的讲道，赐我们忍耐和安慰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合一。无论是心思意念，还是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见证主你的名，荣耀我们的父神。圣灵啊，再一次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愿接下来的信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活出你心意相符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攻读今天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请坐。很高兴今天是2025年第一次的礼拜，那我们用掌声欢迎彼此，然后还有我们可能或许当中有现在新朋友正在要紧紧追求上帝，要抓住上帝，想知道上帝的道。我们到时候会后，我们也可以再去跟他聊聊天，说我们是如何追求有信仰比较坚固的同仁，可以一起为他祷告，为他帮助。让我们一起彼此拍手欢迎今天。OK， 那我这边就做几项跟我们华语礼拜比较有相关的事情报告。像今天跟上周已经有进行长职的就任，那愿上帝保守我们长职同工在做的事工都有合乎上帝的旨意。再来就是2025年的爱餐任献已经开始，也谢谢大家这么愿意奉献自己的金钱，能够帮助彼此，能够在建成教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有爱的家庭。如果有爱餐任献的人，已经可以把那个钱交给干事入账，因为现在2025年未来现在大通膨了，所以可能或许6000一个月一周6000块已经有点不太够。若是对于爱餐任献有感动的同仁，也可以不是同仁的那个会友，可以把那个会友可以把想奉献的钱也一起给干事。再来，2024年的我们的账册要特别提醒那个会长或是会计，把账册或是一些决算的事情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干事，要以例检账。然后把2025年需要做的事工也一起交出去，然后我们再准备要印我们的手册。再来就是下面也有放了，这次有印了两张春联，还蛮漂亮的。然后现在一家一户，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在楼下去领取。再来就是楼下已经有那个新眼光，如果有需要的新一季的新眼光手册也在楼下，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在楼下领取。下礼拜牧师他们会跟圣歌队去做那个退休会，所以会不在教会。再来肢体消息跟我们比较有关，就是我做舅舅了，很开心。那个五郎长老跟丽娟长老的二女儿，她在12月31生了一个小龙女龙宝宝，那我也做舅舅，我非常的开心。好，那如果奉献明细有错误的，就大家自己看。报告到这边，那我们现在要请奉献的同工，我们要进行奉献。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主啊，感谢你2024年这么丰富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问题挑战，我们不是一个人去面对，我们是有多大的荣幸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或许我们当中有人需要追求你，遇到了问题的困难，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2025年当中能够不断的学习，紧紧抓住上帝，让我们能够与你更靠近。2025年是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建成教会有很多新的目标，我们也有新的挑战。恳求上帝让我们
新任的长职同工在2025年所做的事工是能够合乎上帝你的旨意。本周也进行了新的同工、新的长职的就任，也求主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上帝你所喜悦的祭司。不单单是同工，也求上帝让我们众会友、众会众能够同心合一，成为接祭司的教会。主啊，虽然有时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忧伤，还有病痛，但主，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恳求上帝医治、陪伴，用你的手、用你的灵扶持我们。谢谢上帝在2024年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一切都摆上，我们也献上我们微薄的金钱，作为上帝的圣工之用。我们也要用上帝所教导我们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现在这边我来念今天一节牧师要讲到的经节，记载在罗马书15章1到6节。那我来念，你们来听。好，我们坚强的人应该分担不坚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必要让邻人喜悦，使他得益处，得造就。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所写的，要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为使你们同心同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圣经就念到这里。那今天一节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新年新希望。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果然，我们这个新的执事有新的那个力量啊，带给我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哈。好，那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那好不好？我们要跟左右邻居，我们互道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你也是带来盼望的上帝。就在2024年，我们可能有遭遇许多的艰难、困苦，但是你赐下忍耐，你陪伴我们，你的安慰也带给我们向前看的力量。新的一年，愿你的话语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很快的时间要来到2025年，代表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到，牧师以前在上班的时候，这个年，甚至应该说月哈，对我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为什么？这个月做不好，下个月重新再来。这个年也是这样子，今年做不好，明年又可以再来。所以这个年好像是对我们人的生命是一条的分界线，就是不管我们过去的境况是如何。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新的一年就是充满了盼望，好像新的一年是怎么样，我们就重新归零了，好像大家重新再站立一个起跑点一样。我想我们牧师在想，大家对新的一年应该都有很多的计划啊。问一下哈，来2025年有计划要出国的，请举手一下。六豪，你不是要出国吗？我都知道。小可，伟聪，你不是要去韩国吗？对，为什么不举手呢？牧师2025要去那个出国，
啊，我要陪子爱去日本啊。好，也可能你有安排，甚至有工作你想要升迁的，甚至像有我们知道子爱要考试，升学考试，然后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希望说要健身运动，甚至想要呢扭转你目前很沉重，可能是你的生命上的沉重，是外在跟内在许多的瑕疵，你想要扭转。盼望在黑暗的当中，看到一道的曙光，让我们可以在2025年呢跑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但是有没有想到，大家想一下哈，你会觉得回想过去，每一年其实随着岁月会增长，那你可能不小心结婚了，那很多事情好像就是按着那个都被日子在推着往前走，还是你是有主导到日子？我不晓得你们听的牧师讲的吗？你是生命被控制，反正就是大水流，大家都是这样一年一年那样走，还是其实你是有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受上帝拣选、有基督徒的这个职分，所以我们应该比一般不是基督徒的人，其实就平常就领受更多的恩典。这样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人在世其实许有许多的无常啊。牧师跟几个长老在元旦1月1号就下屏东满洲啊，牧师从早上8点开车到下午5点半到屏东满洲的山里面，隔天一大早去参加浸会长老跟钟长老的妈妈的告别式。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如花又像草一样，太阳一起来一照，花草就干谢就枯掉。所以，身为基督徒，如果在新的一年，我们还是和一般的我们职场上面的同事，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同学，我们所求的是什么？赚钱、自产、升官、吃喝玩乐，不是不好。牧师觉得会有一点点可惜。成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只是顾自己的问题，我们只是顾自己的好吗？如果是这样，牧师觉得耶稣就白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了。新的一年，我们透过罗马书15章1到6节，来思考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们。那回想一下，为什么你会来到教会？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慕道友，你们为什么会来到教会的原因？你目前每一个人生命的境况都不一样。上帝如何要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建造我们、使用我们，成为合乎上帝国的器皿，一起来复兴上帝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看第1节跟第2节，罗马书15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一起来读可能会比较有感觉一点。来，请。我们坚强的人应该分担不坚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必要让邻人喜悦，使他得益处、得造就。这里面的邻人其实就是弟兄姐妹。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俱乐部，大家都知道俱乐部嘛，外面有很多的俱乐部。教会是一个信仰团体。我们常常讲，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就是没有血缘的，所以一个大家庭。没错，在耶稣基督底下，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一家人应该怎么样？互相的帮忙。一家人应该怎么样？互相的扶持，来分担彼此的重担，不分彼此。但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保罗却讲到里面有2种人存在，一个是坚强的人，一个是软弱的人。牧师也可以这么说，教会里面可能有能力的人，那可能是能力比较弱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信心很强的人，那可能有信心比较弱一点的人。为什么教会也会有出现到这种情况？不都一家人吗？教会不管是2000年前的教会，还是现在的教会，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冲突不曾减少过。
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教会跟外面的世界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常会说，教会不是讲爱的一个地方吗？怎么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想原因就是，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遗传下来这个罪性，依然在我们人的内心里面怎么样蠢蠢欲动，以致我们这个肉体的身躯，这个肉体啊，一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什么叫机会？就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机会，是什么？其实就是贪呐。牧师之前有讲过，2024台湾人选出来的代表台湾人的字是贪呐。其实很不光荣的事，你知道吗？台湾人竟然是贪，因为贪常常会让我们不小心的陷入罪恶的引诱当中，造成人性上面怎么样？爱求自己的利益。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可能对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没办法理解，因为我们台湾很少下雪。如果去到有下雪的地方，可能就会比较理解这句话。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我们常常用很短浅的眼光来看上帝教会的存在。所以保罗在此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人存在。我们常常很奇怪，外面其实本来都是不一样，我们觉得很正常的。可是为什么觉得教会一定的人都会一样？那我们就成为机器人了。大家觉得实际的人都一样，感觉长得都一样，对不对？其实他们也不太一样啦。但是外在给大家，因为以前牧师的在上班时候，我的股东里面就有那个慈济的，我也常常听他们讲，他们慈济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的纷争，只是外在大家看到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是一样的。虽然因为这样的不一样，看会容易造成教会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纷争。跑快的人不等慢的，做事比较有能力的、有信心的人，他其实有时很没耐性，他没办法包容其他比较慢的弟兄姐妹，看他们觉得很奇怪。所以你不觉得吗？其实教会在某一个部分是一个很封闭性的一个团体啊。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不一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其实才是真正基督的教会。可能我们刚刚讲，我说不是俱乐部，因为俱乐部常常是同样等级的人，可能在这个俱乐部，同样喜好的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他们其实同质性很高。但是教会不一样，因为人的有限，怎么说呢？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都是成为是软弱的人，需要被关心。我跟这枚牧师来到建成，不知道第1年还是第2年，我忘记了哈。那这枚牧师给他的爸爸亲自受洗，然后好像不知道多久，爷爷过世多久了，我忘记了哈。爷爷在住安宁病房的时候，在淡水安宁病房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建成的弟兄姐妹几乎，我照片都有留着，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分批去看牧师公。在那个我们最软弱，我们好像牧者本来好像是要牧养羊群，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是最软弱的时候。然后大家的去，其实带给我们家很大的安慰。其实牧师在那时候，其实有心里面有在想，这批羊真的蛮可爱的，所以牧师不敢说要对你们粉身碎骨我想我们会尽量的带你们往一个对的方向。我们也有可能在某一些事工上面，我们需要人的扶持跟教导。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他的恩赐不可能是全面的，我们一定有一些地方是弱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只有手，也不是只有脚，也不是只有眼睛、嘴巴、耳朵。一个身体是要有任何的这样组成的，所以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其实也是蛮好的嘞。我觉得上帝有很美好的一个旨意在他的教会里面。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要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同工，容不容易？觉得容易的举手，觉得不容易的举手。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很不容易耶。其实不要说同工了，夫妻相处都不容易耶，因为今天这边只剩下这边哈。帅哥，你们俩个性一样吗？跟以前？啊，你们相处容不容易？哎，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嘞，因为要一起同工，就要怎么样？要接纳别人不一样的想法、习惯跟他的生活背景嘞。我牧师刚刚讲嘛，一个团体组织其实常常都有排外的。我记得早期建成在做，听他们说的了哈，在做社区对外社区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哈很反对，反对理由是什么？他们都用我们的水跟电，而且不小心把教会弄脏了，哇！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团体其实常常会有排外。哦，当然我们现在的社区已经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了。哦，我们是牧师等一下可以讲，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很感激，他们每个礼拜就期待那一天来到建成教会，参与我们的活动。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在教会过生活，可能有人从小一直到现在，但我们还是常常受到过去那个老我的控制。我们常常用血气，用我们的肉体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处理许多的事情。以至于教会内常常看到什么？看到好像是强的那一边，轻看弱的那一边，许多的伤害出现。甚至最后在教会里面会分党结派，有派系、家族，彼此攻击或者是彼此的论断，以至于没办法怎么样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有时很像社会一样，当某一边抓住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主张，我们这个团契就是应该这样子，先入为主的想法，常常想说我们是不是同一国的？有没有觉得好像其实也跟外面很像？我们是不是同一国了？其实台湾现在很多教会真的是这样子。要是这样，基督的教会一样会继续吵下去。所以保罗在这边呼吁，如果有人愿意彼此怎么样？彼此分担，彼此的重担。这边大家都比较年轻哈，我问后面比较大的哈，有没有挑过那个扁担？有挑过扁担的举手一下。后面年纪比较大的，秀雅姐，你们那个英哲，你有挑过扁担吗？哦，牧师以前小时候竟没有挑过扁担哦。我那个扁担其实弄在这边很痛哎，你没有担过很痛哎。好，扁担的两边好。坚强的人要扶持信心软弱的人，跑快的人要等跑慢的，而且不求自己的利益，并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帮助跌倒的弟兄姐妹建造信心，勇敢站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我觉得蛮棒的。但实际上，牧师说要靠我们人，真的是做不到。我们人再怎么样大爱，总是还是会有一点自私、交换，都一定多少会。不要说你们牧师，有时也会有一点点，都一定会，因为我们都是属世的，所以我们会有许多的软弱。人做不到，但是好消息是什么？我们有耶稣。好消息是，教会跟俱乐部是不一样的，教会是奉耶稣的名建造的。我们一起来看第3节跟第4节。第3节跟第4节，来，请我们一起读来。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的，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第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要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学习的模范，我们不用学习牧师，长老也不是你的典范啊。我们这边有那个校长，有神学生。
耶稣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没求自己的喜悦。他原本应该是在天上，但是他却甘愿成为人，为我们受钉在十字架。他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为了谁？为了你跟我啊！耶稣为了你跟我啊，让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重生的机会，而且有永生的一个盼望啊！其实失去至亲，最近几个月，其实我们有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失去至亲，那种至亲是就好像心里面的一颗肉把它割掉。刚刚很开心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看到吴长老娘哈，吴长老娘啊跟我们那么开心。我们在圣诞节年终的时候啊，松联团契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安慰他，但是他说某价干单呐，某价干单呐，就是说吴长老离开，你要像我现在马上那个某价干单呐，我们知道那个需要时间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他会亲自安慰我们，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再相见。如之前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负担自己的重担啊，负担弟兄姐妹，我们要负担自己的重担。就像基督所讲的，我们没有求自己。来，我们看一下第3节。就像基督讲，我不求自己的喜悦啊。台语叫无求家己的欢喜，意思是说，原本属于其他弟兄姐妹要担的重担，这时候我们要互相来担。长老梁在他很难过的时候，他平常都很关心弟兄姐妹。从早上礼拜堂进来的时候，他看到每个长辈，看到那个我们眼睛看不到，他就去关心他们，每一个都去关心他们。这个时候他软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来成为来担他的。耶稣说：“我们这个重担不是好像100公斤，一个人50公斤，不是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了软弱的弟兄姐妹、没有信心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分担更多的重担。我们可能要担60公斤，100公斤我要担70公斤、80公斤，甚至我们要担到90公斤啊！容不容易？很困难呢。12月20号，英华族结业的时候，我们有请到平安会一个牧师小刀牧师来做见证。他在见证他们在做的事工。他虽然刚开拓，他里面有一个他帮那个流浪汉剪头发跟剪脚趾甲，还有不容易啊。那个是要担多少的重担，那个其实不容易。所以保罗说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耶稣为我们做，我们有办法，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做。耶稣为我们担多少？超过100，超过100，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在世上的3年多，他所做的是一种牺牲的爱，跟成全的爱。所以这2个也是我们的榜样，基督徒的榜样。如果教会里面大家都有那个牺牲的爱跟成全的爱，教会里面一定会彼此相爱。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他受了侮辱、辱骂、受尽了委屈的时候，他依然用忍耐。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负担彼此的重担的时候，其实要有更多的忍耐。我知道去年年底第4季的时候，佑豪临时接到校长这个职位，我想他这几个月来用了许多的忍耐，在主日学还好有我们的神学生盛祥帮他分担重担一点为了面对那些孩子，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用忍耐、用爱来包容，去接纳怎么样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啊。所以帅哥牧师要讲，你要用爱去接纳你邻居那个，你有包容吗？要爱包容他，接纳不一样的人。
当我们凡事不求自己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金钱、地位、权力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安慰的力量啊！我们这个忍耐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的安慰从上帝而来的，这样子我们会对未来会充满了一个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互相担我们彼此的担，彼此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像耶稣一样。耶稣一样怎么样？将温暖跟爱带给别人。刚牧师讲，我们现在的社区，牧师来一起跟浸会长老，我们同工了8年左右。我们课程办得很好，然后每次的课程都会秒杀，因为这些长辈他们来这边得到爱。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当他们推的一些策略，他们就希望有吸引更多人来进来。但是我跟浸会长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做这个绝对是无私的，因为耶稣也是这么做。耶稣绝对不会说我爱你，那你要给我回报，你就要来到教会受洗，不是。所以当我们不是有所求的时候，我们去爱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真正感受到，其实我们教会不要把外面的人当作傻瓜，我们都在外面的职场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对好像新朋友很好，然后希望他来受洗怎么样？我们有所求，其实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而当我们是不是真诚的爱他们，其实他们也感受得到。所以这些长辈给我们很多的回馈，有言语的，他们也有为社区来奉献的。那个长辈有一个91岁的长辈，他的女婿也是我们金门人哈。有一规礼拜就是单一天啦，整个礼拜就等这一天来到建成这边，他很开心。不止他一个，有很多个，有的从巴黎哦，不是巴黎，万里，最远的我有万里。我说万里很远，他说万里不远，万里我坐了巴士，因为他们时间最多嘛，他一个礼拜就等这一天来做手工艺。然后我们又希望他们可以彼此交流，所以他们来这边交了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在圣诞爱宴的时候，就有6、7桌都是我们社区的长辈，社区的长辈。当我们不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会把爱带给他们。当我们带给爱给他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的团体，不管是教会，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团契，团契里面就会很多彼此相爱的那个香味跑出来。我们的团契里面会随时一直在做见证。乐团也是，乐团上个礼拜牧师感谢你们，让圣歌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觉得哇蛮好的，你们就是分担他们的重担。他们每个礼拜他们要献诗，然后为了圣诞节的时候唱整本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加练。然后你们上个礼拜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礼拜天队长带着队员到北投去泡个温泉这样子。最后我们来读5到6节请。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为使你们同心同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牧师讲到现在，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你的希望有没有改变？对一位基督徒来讲，新年新希望绝对不是只有为自己打算自己的好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这样做，他没有为自己打算他的好处，所以反倒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尽心尽力跟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整个罗马书里面从一开始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马太福音6章33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上帝要将一切的都给你，也就是说，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连结的时候，2025，你怎么计划都是对的，你怎么计划都是对的。
因为你的计划已经将主耶稣基督放入你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说，你新年的计划你不会孤单，因为有耶稣跟你在一起。我和志梅牧师8年前来到建城，上帝给我们的意象，那个意象我知道，上帝给的意象绝对不是只有我跟志梅牧师2个人在那边打拼。我们知道，上帝会在这个当中与我们同心同行，带领我们，以至于在这8年多来，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建城里面出现。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团契、我们的长职，大家真的是彼此分担。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像今天其实牧师在第一堂有一个92岁的一个碧莲姐，叫碧莲姐，她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来了，但是我们都打电话关心她，长辈也关心她。那今天她从美国的大儿子回来，大儿子也70岁了，大儿子回来我带她来做礼拜，牧师非常的开心。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跟上帝连结，然后上帝就会与我们同行，也会为我们负责任。新的一年不可能一帆风顺，弟兄姐妹，不可能一帆风顺。牧师常常为我们家的孩子来祷告，我也不会祷告他们一帆风顺，而是祷告他们，让他们有智慧，依靠上帝来越过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我们将耶稣带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身上就会有基督的香味。这样会让上帝的教会，会让建城教会，因为我们来那个敬拜团，因为我们有好的模样，而成为爱的出口。我们不止社区要这样子。牧师也期盼到每个弟兄姐妹，你们都能成为爱的一个出口。让每一个人看到你，你就是不一样，你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们刚又举行了长职的补就任，我们上个月长职就任，那因为敬会长老的婆婆过世，我们的长职团队也在1号、2号，我们有一些长老下去，带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肢体。尤其长职受拣选是要来协助牧师治理教会，但是牧师要这么说，这些长职也是弟兄姐妹你们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彼此分担彼此的重担，彼此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来。彼此来帮助。新的一年，盼望我们在盼望当中，我们能够同心同行。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在上帝给我们的忍耐当中，给我们的安慰当中，我们走出一条新的路。接下来，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透过敬拜团带领的这首诗歌《盼望中》，我们合一同行。我们一起从十架上，他为我们舍命流宝血。我一起来唱。十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医治你教会皱纹残疾，全然圣洁归你，这不透的奥秘。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恩之显明。哦，在天或在地。
在天或在地，都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基督的合一，基督的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世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不单顾自己，我们不求自己的利益，不单顾自己，不求己利益，为彼此站立，肩并肩，直到你的荣耀在教会里盼望中前进。一起来说基督的合一，基督的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世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在天或在地，都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世世代代，是的，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一节牧师有一个恩师宣教师马约翰牧师，他常常会打电话来问候牧师，你们教会现在如何？我就会跟他讲了很多很多。他讲一句：耶稣谢谢你。牧师也要说：谢谢你们在教会里面担了许多的职务重担。耶稣也谢谢你们。盼望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合用的器皿。我们新年的新的希望，我们要亲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见证基督的馨香之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差遣我们为主的道路来奔跑。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一起来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走走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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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换你们 ，Come on， 为主的道路来奔跑，我们大声的说，大声说，拉不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
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每天都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邀请牧师来替我们2025年第一跳，我们大家一起跳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新年快乐！